好的，目前第一场次的小选手已经出发了。好，可以看到目前要经过第一个弯，没有问题，第一个弯都顺利通过。好，在我们第一个赛道的可以看到34车集团哦，34集团很接近哦。好，今天的赛道跟我们昨天星光赛的赛道不太一样。哇哦，第一园长爸爸比较远一点，待会要靠过去一点看他们。好，好，目前在我们第一顺位的，好，目前晨晨抵达，紧接着是我们的绿婷，来Joey，太平，